该就是这里啊。姐姐，你怎么了？糟了，王大哥好像有危险。 看到王大哥有危险吗？放开我！不行，我答应过夫人，绝对不会让你有事，我也不能让他有事。别管我了，好好照顾自己。姐姐，难道你忘了，你今天是靠福生大人渡给你灵力才能勉强维持？如今你法力有限，已经是自顾不暇了，别说去救王英了，恐怕连自己的命都搭上。我不怕死，只怕连我唯一活下去的理由都没有了。你别再拦着我，否则我就不顾姐妹之情了。 得赶紧告诉夫人。青夫人，你怎么来了？要不是彩雀来找我，我怕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你不是说要杀了他吗？为什么又要来帮我？小薇，为娘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。我为了自己的私利，让你遭受了千年的情劫。你现在长大了，我知道。 我不能每件事情都管着你，你也不可能事事如我的意。可是，我现在想明白了，只要你幸福快乐，就算是执迷，为娘也会守在你的身边，永远陪着你。我知道，王英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理由。可是对于为娘来讲， 你何尝不是为娘在这个世上存在的理由？我只想告诉你，在这个世界上爱你的，不单单是王英。娘，好好珍惜你自己。王英谢过青夫人救命之恩。是我女儿救了你，你为什么不谢她？小薇，我该怎么面对你呢？王大哥，你真的不爱小薇了吗？
王大哥，只要你肯回头听小薇一句话，小薇再也不会离开你了。我让你受伤难过，你为什么还要跟着我呢？是怕我再遇到危险吗？你无需对小薇有戒心。等送你平安回了李府，小薇自会离开的。怎么回事啊？最近老是觉得不舒服。怎么搞的？这附近怎么有妖气？难道……你平安到了就好。小薇，先别急着走，要不进去休息一下吧。阿莲，小薇，小薇，够了，阿莲，小薇，小薇，你怎么样？小薇，小薇，原来是只狐妖啊！任凭再怎么伪装，还是露出了狐狸的尾巴。今天我要为军中死去的将士报仇，杀了你！不要！王大哥，他可是狐妖啊！不要杀他！你糊涂，我可不糊涂！不要！你是上一次救过我的那个人。小薇，啊！又让他逃跑了。你不要再救我了，没有用的。他看见了，从他恐惧的眼神中，我好像看见了当年的笙歌。原来沧海桑田，一切都没有改变。即使我付出的再多，在王大哥的心目中，我还是一个妖。大人，愿赌服输。
不要再为我续真情。你是人是妖，亦或是蝼蚁杂草，在本尊眼里都是一样的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对我做的这一切都是没有用的。你补我一份灵力，便要耗你10分真气。我不想你这么做。想不想在于本尊？你是本尊的囚犯，我要你活，你便不能死。